愿倒数，愿阮美丽，受我放纵的要做百年。虽然英勇代代辈出，可惜拢烦恼。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的行政学的总复习的活动啊！咱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个单元咯。这两个单元的其中之一啊，就是咱自过去10多年来的题目的数量当中啊，上多一个单元就叫做组织管理啊。所以这个组织管理呢，其实讲起来是过去咱咧甲大家讲，若是考试进前时间真有限，你想讲时间真少要为什么单元开始来读，就是这个组织管理。毋过这2、3档来看的话啦，伊已经毋是会使讲独霸，因为有其他的单元佫撑起来，包括着咱讲流变甲人事行政。毋过啦，总是讲伊毋是独霸状况，但是呢，伊也是题目数量算讲真多一个单元。咱以今年114年来看的话咧，差不多25题内面呢，应该嘛会有5题左右啊。过去是大概会使到6题、7题，今年差不多是5题。你讲减少的迄2、3题去互什么单元分走啊？应该就是流变。所以咧，请你一定呢，也是爱甲这个单元呢，甲伊看好详细哦。过来，咱就要来开始甲大家报告讲组织管理内面你爱用什么款的架构来去掌握因为咱过去一直以来拢是来甲大家讲即件代志嘛。组织管理就是2件代志。头代先你爱先了解什么叫做组织，迄是静态部分主要就是咧讲组织伊的即个结构。组织结构有2个部分头代先上重要的就是爱去甲大家复习一个 Max Weber 伊所提出来官僚的组织，官僚组织到遮咧嘛是一个重点，所以阮讲 Weber 迄套为虾米真爱考？因为伫无共款的单元拢会重复来出现。过来就是即个组织伊要来设计伊的即个结构的时阵，伊爱做即个分化。分化分做2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即个水平的部分，环的啦。另外咧就是即个徛直的部分，直的部分啦。你讲即个水平是环的，甲直的差伫倒位？头代先咱讲即个水平的部分，就是环的部分来做即个组织的分化，就是可能用即个无共款的功能来去分就亲像行政下骹嘛，有即个内政部环境部。国防部就是用无共款的即个面向来去甲伊分伊是伫共一个层级的，所以咧伊叫做环的即个分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即个徛直的部分，就亲像咱有1级的机关、2级的机关、3级的机关安尼就亲像行政院、交通部气象署安尼来去做分伫即个直的部分你有一个概念叫做控制幅度这是嘛是定定咧考的一个概念分化了后咧，咱就会使甲无共款的组织来做一个分类其中咧包括头代先就是分正式的组织甲非正式的组织，爱提醒大家啦，非正式组织伊是绝对会考的一个真重要概念。非正式组织，我讲一解因为伫头前咱讲美药的货商即个实验内面就已经讲过即个非正式组织到遮呢嘛，一定至少会有一题出题。好这是非正式组织你要了解着伊什么意思，伊安怎来去形成伊有什么款正面甲负面的影响。过来正式的组织的部分伊就会使分做不共款的类型嘛，包括着事业型的即个网络型等等你拢爱小可甲看一下。以上就是用即个结构的部分来讨论组织。即摆你了解了组织了后，第2个部分就是要讲管理的部分。管理就是较动态面向动态面向咧讲即个管理爱有人来管嘛实相咧就是做一个领导即个领导题目咧嘛是真多其中
有一个概念就叫做领导的类型，包括着伊是交易型的，还是 charisma 型的，佮有即个转换型的，其中的转换型的真爱考，我毋知为虾米伊真爱考。转换型的领导是足爱考的一个概念，我甲话讲到遮，咱今年题目咱看落去，看我讲的敢有影就对啊。好，转换型的，这是较定咧考的，其他为即个概念包括领导的管理的基础等等啊。这领导者呢真重要，领导者要做的头代性的工作之一啦，就是来做这个沟通。所以咧，这个沟通要安怎来去做？有啥物款的因素会去影响啊？这拢是一个过去嘛有考过一个考点啊。咱若是沟通做无好，就会发生冲突啊。所以为虾米会有冲突？冲突啥物款的类型？要安怎来去对这个冲突做管理呢？嘛是一个考点，但是呢，就管理的部分啊，领导考较侪就对啊。以上啊，就是咱组织咧讲静态结构的部分，管理咧讲动态领导沟通甲这个冲突啊。以上整合起来，就是规个组织管理所展现出来模样啊。无共款的组织，就会有无共款管理之下所产生的模样，迄就叫做组织的文化。组织的文化嘛是一个考点，你会知影讲，组织文化是啥物意思？有无共款的赞助，这是上所讲的，这真重要的。啊，过来就是行政文化，甲有啥物款的因素会去影响到组织的文化，其中包括着社会资本的概念，这是政治下的物件，但是嘛有过去啊，伫行政学内面咧考组织文化的时阵啊，用过这个社会资本的概念。啊，咱讲这个组织的文化有诶好诶嘛，有歹嘛。啊，若是歹就叫做组织的弊边。啊，这个弊边诶有真侪类型，头代先就是 Weber 伊迄套每一个原则拢有对应着伊诶这个较负面诶影响嘛。啊，第二套就是其他学者，包括着这个 Peters Law 啊、Myers Law 啊、Parkinson's Law 啊等等，这拢是组织的弊边。啊，你爱家小可看一下。啊，有病就爱去治疗嘛。啊，安怎来去治疗组织的病呢？就是用组织改革。啊，组织改革就真重要。你知影讲组织改革啥物意思？伊安怎来去做？啊，其中一个做法就是组织的学习啊。Peter Senge 伊迄套啊，嘛是过去真定咧考，但是最近较少啦。所以你也是爱看者，因为无法度甲你保证讲伊最近就真正拢无咧考啊。过去是真清哦。所以组织的改革内面真重要概念叫做组织的学习啊，佮有即个组织的发展。啊，再过来就是有啥物款的因素会去影响到咱的推测组织的学习、组织的发展甲组织的改革啊。这拢是真较有咧考的物件。以上就是组织管理就这个学理的部分啊，差不多会使甲大家分享一寡物件。佮讲一下组织管理要安怎来去掌握伊的架构咧。头代先是组织伊的结构的部分，过来是管理的部分啊，最后咧是文化病变。甲即个改革啊、学习甲发展的部分，差不多是安尼，整合起来就会使啊。啊，过来咧就是政府实际上即个组织的部分啊，即部分就会有一寡法律的题目，就亲像讲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行政院迄叫做啥？行政与组织法啊，等等啊。啊，内面呢有一寡规范，你也甲看者，包括着啥物叫做独立机关、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机关啊，伊诶首长要安怎来等等啊。佮有即个行政诶法人，伊是一个公法人、行政法人，佮有政府关注诶财团法人，哈哈，真歹念。即寡啊，拢是最近有咧考诶物件。所以咱讲若是组织管理出五题啊，五题内面呢，差不多组织的部分啊，有一题到两题啊，一定会考就是非正式组织，过来就是组织的分化，可能有题目，过来动态管理部分，领导一定会考一题啊。即个交通甲冲突，就看伊要考无，吼，安尼差不多两题到三题啊。啊，佫剩两题三题，即个扩大嘛，可能组织文化即个改革考一题到两题，过来呢嘛有一题到两题咧考实际上咱政府的组织。过去咱咧考中央的政府较侪，但是最近有一寡地方政府的题目佫走出来，就是咧问地方制度法内面咧讲地方政府伊的组织咧要安怎来去做设计，所以即个部分呢，你嘛爱小可甲了解一下。佫讲一下政府的组织，包括着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
佫有除了政府以外，佫有行政法人甲民间的财团法人，但是伊是政府管做的，也是安尼啊。以上就是组织管理这个单元，队伍数量应该是真多以今年的趋势来看，你只要甲流变人事行政甲组织管理创好，基本上你就差不多会使把握到20队左右啊。咱的目标就是爱到20队嘛，所以咱自今年出队趋势，差不多15到20队左右啊，偏好有机会来考这3个大单元，所以请你一定爱注意哦，尤其是这个组织管理是原本就真爱考，是最近的人事行政甲流变的队伍数量呢，佫变甲佫较侪，是安尼啊。好，以上就是组织管理会使甲大家报告的物件因为伫高等甲普通考试进前，佫有一个竞赛特考嘛，所以咱若是要上会使讲上清楚了解到114年伫高等甲普通考试进前的趋势，爱等即个竞赛的考试结束，所以咱即马咧做即个复习的部分是甲长期以来咱看到的趋势，甲大家做一个分享。你若是想要知影讲倒期的趋势，咱爱等6月底左右我甲警察的考试，队伍佫看了分析了后，会使甲大家做一个更加详细报告。到时阵迄支影片就会用全罗马字来去展现，所以你若是看到伫考试进前出现一支全罗马字的，你莫想讲，阿基嘛咧开始做即个英语的节目，无迄支是全台语影片，我甲上核心的物件放伫迄支影片，所以若是出现罗马字的迄支影片。你可能看无，可能看有，你看无，咱做伙来学习。因为我最近嘛是咧学即个罗马字啦，所以咱做伙来学习。你看无嘛？无要紧，因为拢是广播的节目，所以你就该点入去。我会用到时阵警察考试了后，我题目甲收落来，甲分析，会使知影讲今年的考试的考点大概是有伫虾米款的即个表现。应该佫较准啊！真侪人拢讲，考试进前会使来摇者，迄毋是摇，迄是咧看伊诶趋势。OK， 摇是凭感觉嘛，咱是有科学诶根据来去分析过去诶题目吼，所以请大家伫6月底左右有一支应该你真好看，就是完全拢用罗马字咧拼诶迄支影片，迄是真重要哦。好，你若是有买会员诶，其他朋友有人咧听华语诶嘛？到时阵嘛有另外一支影片，但是伊应该到嘛是6月底左右会放伫会员的频道你会使若是，但是你会听到遮，表示你听有台语嘛虽然我无讲较真好，但是爱练习所以你应该嘛无需要去看华语迄支，因为上界重要，我会甲伊放伫台语迄支就是安尼好啦，咱最后剩一个单元叫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咧。过去嘛是有即个题目，但是差不多2-3题左右较无遐重要，所以咱就后一个单元再个继续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讲咱行政学的最后一个单元公共政策内面有啥物款一定会考的考点，爱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咱这回就到这，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大赚钱哦。